你做得我种啊，头路知道。快啲啦，用欺负我，慢欺负。哦，冇啦，慢点敢欺负我啊！好了啦，你别困了。哎呦，别困了啦。睡冇啦。别睡了，等下爸爸慢欺负我。你是改呀，啷个？好啦好啦，改呀。冇事啦冇事啦。哟，你卡应该去做地查封抗议嘅所在。啥动作？宋恩清晨。你做嘛唔通写这个名？莫不卡你，不应该。拿这个名，比马给死你啊！谁让这种道歉啊？有人老不卡你，上架千里，心杀喺乡下。喂，你干嘛不让我跟明理讲电话？啊？是怎样？离婚又怎么样？我没有给你钱啊！我真没有给你钱啊！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现在赚的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很多，我哪里对不起你啊？你让我跟他讲电话。有人就算喺乡下，心杀上架万里。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，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伊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公司啦，你要不要来骂你嘞？成果出台风，强强被不赢巴士哈？他这你上学啊？你还骂人当体育的啊？骂死啊！听到佢喊做在骂你呢。哎呦，那更凶！没什么，所以他是没有宗教信仰，就对了。对，印象中没有。那没有关，这方面先不急，之后下完了，不是狗屁的啦，廿八老太婆都讲法，跟我老唔买的。之后再去询问一下。哪个意思？
他远方我哪生呢？哟，老阿生呢没？大陆那边也没来往了。好好，阿梅姐，其实差不多了，我大概了解状况，之后交给我来办就好。办完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那先一摸。好，阿梅姐，交给我来处理。胖哥，先来。谢谢哦。阿胜，麻烦你了。来，试茶，饮茶啦。来。哟，哎，下来，来，胖哥有事情要请啦。哎呦，小恩呐，我听讲你昨跟阿胜2个人脱光光去跳爱河，今天是怎样？还感冒呢？没有啦，我有穿衣服，怕会比较冷。哦，你有穿衣服哦，那就是阿胜脱光光跳爱河了。哎，小恩，来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阿碧亚啦，我朋友阿梅姐。你好。今天来主要找你跟阿胜是有事情要请你们帮忙。可是我辞职了。啊？就一直出包给公司添麻烦。计算目个麻烦，怪知吼阿生呢，按杂神哦，甲他娘爸爸呢编入来吼，查死了老阿生来打死。是啊，都冇鸟就翻去哦。妈个最近都帮我洗完地路，一抓下个身体啊，让我空。我是啷讲哦？你亲哦，是对佢好，就几样样啊？哎呀，都佢咩讲东西？你讲什么？有啊。听到是有。我第一天来上班，我就知道她是你女儿了嘛。我会好好照顾她，就像你当年照顾我一样。我会好好的培养她，让她成为礼仪界的第2把交椅，因为我是第1把。冇，听到什么？我想做阿公哦，拜托莫让空讲。哎。吕波波在台湾并没有亲人，所以他几乎把所有的退休金都给了在舞厅上班的阿美。阿美有好几天没有看到吕波波，所以去他家找他，才发现吕波波已经死在了家里。而这一区的荣民服务是我们公司负责的。阿美想尽一份心力，才请胖哥带她来找我们。怎么？上天数有老树求断去啊？我知道阮公司当减少。像阮讲个，劳动嘛个出动不用的，其实是下家好，做事情唔拉领头。唔建议你做嘛个唔错嘅事，唔好打假术，也冇 enjoy。点都汗挨一下。其实你这一阵子进步蛮多了，你很努力，我看得出来。真的？我以为你很讨厌我。有吗？这么明显？有。你每次看到我脸都很臭。讲话也都超不耐烦。也不是在针对你啦。其实我家里最近出了一点事情。
所以不好意思啊。听说你感冒了，本来是希望让你多休息几天，再让你来上班的。反正你职称也还没写嘛，就当算是你补休了。可是家属的损失，家属的损失啊，公司有3层关卡来做评估，你不需要担心。如果真的要负责，也是我负责，不是你。还有啊，邱老大要我转告你，没有被投诉过的礼仪师是不会成长的。真的假的？不会成长是我说的，邱老大说的是，没有被投诉过的礼仪师不会赚钱。哎，按这些唔叫矮哦。就算是小狗掉进水里，我也是会救的。更何况救你的人不只是我，韩油啊，老你师傅用了个终身果啊，記到愛老記講按這些。吕波波，早安，您好，我是元福生命的礼仪师赵胜伟，请您起床、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餐喽。吕波波，吃早餐喽。行啦，养个当好转来嘛，哈，好点点就点转来，你起码我还个公司的人抢进来，这帮子是当然官，你查到了。好，老邱太帮无相干呐，我参下按多好冇？迄个刺甲嘅问题，好啦，加准啦。你冇呀？哎个，兄弟，你叫我说我做到我。我做唔出事啊！哎呦，莫嚟啦！你等講一聲個叫校園起來了，還撈佢口對口人講呼吸咧。啊？哪有口對口啦？冇人講。哎呦，反正佢叫嘅就係了，應該搶佢寶寶卡食飯了。哦。係啦。哎呦。係啦。佢上咗一時唔錯啦。有什麼朋友嘛？有我啦。上次來不吃飯啊？不去啊？我要。我去用給個準啊！我嚟叫佢好叫我錯。不會啦，我叫我不會啦。哎呦。不會啦，哎呦，你又冇留喺口對。陳檢房，講定咩講定啊？冇愛啦，你上來啊，係正經乖乖呢。你副架係永遠照顧唔喺動吼。呢副卡。所以冇按你來看，皮蛋有 M 好冇？3餐咩都貴足嘅，唔管你喺度點，唔管你食也唔食。但你們那時候帶人轉來食飯，那時候吐，冇按過有時間刷一下冇。行為面推、零沙、叔公、八婆，安排嘅詳情，大家都要快鬆嘅勁啊！拜託啊嗱，牙福卡也要太麻煩嘅件愛上，呢部男嘅知道男嘅研究阿兄，佢做阿妹嘅嗱，聽錯話嗌叫個大團結。唔是笑啦，我唔會對你樣嘅，因為。我中意嘅係食嚟。嚇！我做老公老實快。我這副卡所以做到動起，我
拜托，本来伊早做得跳台伊个所在好无啦？拜托拜托。你相对向老唔聽講法，行我幾做乜嘅？来做唔想要摕到同事弟啊！你用要离骗你用会上哦。拜托啦，拢会天数我无啦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因为宇康都装什么？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们的帮忙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因为要麻烦你呢是不可能的，你公正不阿啊，小事你别放心上。你知道公事那我是没办法，可是我这次是真的特地来谢谢你的呢。想说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，可以跟我一起去舞厅跳舞吧？跳舞？对啊，去舞厅听听老歌，跟着音乐摇一摇，这样子心情会变很好呢。我看起来有心情不好吗？我看起来很老吗？没有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秋香。冬天嘅熱頭髮，熱頭髮，記得是紅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这个晚上的时候都没有人啊。这平常时这暗暝留咧遮的拢是一撮老黑啊啦啊，若无得翁仔某冤家迄啦坐在那边自己一个人。像老吕呢，他都固定坐在那一个位置，孤单老人自己一个有时候晚上在那边喝着酒，听着音乐，坐着坐着就睡着了。我们都常笑他说他在这边的时间比在家里还多嘞。来，这。阿碧啊，茶唔紧摕来，哎。哦，好，阿佑，帮忙一下哦。阿梅姐不用客气啊，来坐。不好意思呢，这么晚硬把人家拉来，这样怎么好？哎，坐。这种事啊，我们真的都不懂啊，要请你们多帮忙啊。别这么说啦，阿梅姐。跟您提一下，其实我们询问过，吕波波还真的没有跟以前的同袍联络，比较常接触的只有你一个。所以我们在想的是，是不是由您出面当这一次追思会的顾问，也总比我们自作主张的去办一个不是吕伯伯他要的葬礼来得好？您觉得呢？是有道理是，这我儿子阿佑。真的啊？谢谢。我是想说如果能够在那个仪式或者典礼里面，他能够帮老李尽一些什么心意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他能够去学校念书，然后学这么多东西，其实都是老吕帮忙的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想他可能还是在家里面流口水。没问题，这由我们来安排就好，可以的。那阿梅姐，吕伯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？喜好，你是指像是喜欢吃什么？喝什么？喜欢就是牛肉类的牛肉卷饼啊，牛肉面啊，对。哦，等于是说他像面食，他也很喜欢了。差不多是。对啊，对啊，迄老啊上爱啉金门高粱啦。对啦，酒啦。对，好，58度迄种的。这个我们都可以准备。那阿佑嘞？我要特胖。他要做面包啦。这胖啊，就搞这胖的，你要这胖哦，真的，这厉害哦。对啊。好，第12通。6周点，你家点他。
我一定会转移啊。去查的啊，爱查伫遐片啊，无看到啊。哎呦，你对影演做啊？你上爱听好听？歹势啊，长官 ，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。你用这个唔加添加咧？万年鬼听说爱听到，转移。万年鬼听说爱飞，记得，下到晚。哎呦，我在你家等很久了耶，你起码告诉我你几点回来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一阵子工作比较多，我现在还在忙。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啊，所以我帮你把衣服都洗好了，也折好了哦。若雅，若雅，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家等我？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好啦，我跟你对不起嘛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对不起嘛。我今天忙到很晚，你先回去吧。没关系啊，我等你。我煮了一锅鸡汤哦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喝鸡汤了，所以那我等你回来，不管你到多晚我都会。对啦，你觉得他有没有用的啦？无用的东西嘛，算了啊。哦，应讲伊唔抽水哦，真正是上用的啊！我到大电话来讲哦，上网去托数哦，对不啦？真正是用啊，你用啊，拖灾啊！我上用钱啊，这钱啊，使就使嘞啦。哦，应讲应该讲，这回叫我听多少啦？回答还没啊？哪要到？回答还没啊？后悔了，做妈咪输你了。大肉是啊，叫人失败呀！后悔了，家面家破了。后悔了，我天！我去了，我高那么。因为呢，给。我唔想转去，将我去也好无。你会见到衰啦，难道神父不唔翻啊？Don't care 啦，歹势啦。喂，你干嘛跑到我房间啊？啊！厕所在哪里？你让我感觉不是我们的，张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
拜托，要本来就买不开播的啊。哎，他唔係用講嘅啦。我用嚟講，咪除非你來張本江生下先啊。捱無講愛本唔搬來啊，張成千無去捱答應嘅。嘿嘿，嘿嘿嘿。嘿嘿嘿，我捡到你的時候，你可不是這個樣子的。我拜托你们，千万不要同情我。还有你罗小恩，我那天有跳下去救你哦，你还没跟我说谢谢。黑啦黑啦，謝謝你那天跳去救我，我欠你。哎，張成，你不要得意得太早哦。那你找到老師就給我看。好啦，哎，找小恩，他说欠我一个人情，房租找他拿。哇，周边给装的。我帮他付半個月。哦，半个月哦，他讲了半个月哦，找他拿。唔會同情。啊，操，奶奶对你下呢。好，我要注意。哦。有诶嘿。前幾日大早煮來劉阿婆鹽香嘅啥嘢兩個使用人，招得咧。團講大早保護嘅主款少咧，伊像哪不看乜嘅東西，看唔出來求情係暗用嘅人咧。人咁正經做唔得相信係。你有什么事吗？哎，你就是那个偷东西跑掉的外佣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偷东西啦，我真的没有偷，拜托你，拜托你不要叫警察好不好？拜托。今天是阿嬷死掉第7天，我听朋友说，死掉的人今天会回来，我想过来跟阿嬷说谢谢。阿嬷对我真的很好。阿妈对你很好，你为什么要跑掉？太太说阿嬷死了，要送我回越南。可是我不行回去，我真的不可以回去。我回去，我的小孩没有钱读书，我老公要吃药，没有钱，我借的钱也还没还好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我真的不可以回去。家属不在。中场休息啊。干嘛？你要用这个听啊？没有啊。嘉诚，我问你，你有在做戏的时候看过有昆虫在里面听的吗？我有看过哎。我阿公走的时候，有一只超大的蜻蜓就停在牌位上，是不是很神奇？然后呢？拜托，我双博士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而且有虫子本来就很正常嘛，到处啊都会有一些蝴蝶啊、苍蝇啊飞来飞去的，难道说每一只都是过世的亲人啊？阿嬷，我带你喜欢喝的可乐来了。
阿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那么疼我，我也很想阿嬷的。阿嬷，我找到工作了，阿嬷放心哦。阿嬷，你在天上要快乐哦，我会很想你的。阿嬷家人都在附近，不然会被看到。好，快走！请问一下，这里有没有剪头发的地方？我的新太太说，头发剪短比较整齐。剪头发哦。哦，你从刚刚那个门出去以后左转，好像有一间叫做梦怡美容院的。梦怡，什么颜色的？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。我写给你好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是瑞欣小姐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谢谢，赶快回去，拜拜。我晓得啦。哎呦，阿贵，送白了给你那个酵素，你有喝吗？有啊有啊，好喝吗？对妹，那个很有效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每天都要喝早晚。哎，老文，一起比啊！老文，我来念书。你是啊？你念会了？你还不紧了？今天做土漆的人多了，哎，就香港啊，适合做诵经师傅 ，case 多钱多。太感冒嘛，你乐没？做合一没问题了。把董做4个说好吗？这好像大白就摸了牙机了。哎呦！我做嗰件唔好食了，太鹹了，冇鹹了。這個哦，係啱我就去煮了，啲樹哦，多，講唔糖了，反正我哦，因為做就唔錯了，變唔到一個歪佬。阿哥來，誰有病？10多年了，有嘛個 healthy？哦，可以死了，要了，你有空了要回去了，不能回去也要说了，礼拜一定要等到你再是你的点发才肯去死。你回去啊，它才有效了。然後我講，聽說啊，迄家大世界無因爸爸來請保嚴署咧，還我命啊！啊，对了，想到晚上又要值班，头就好痛。你哈，赶快不好好休息，晚上还一直上网，怪痛哎。
我那个叫收集资讯，是为了了解同业之间如何竞争，好吗？黑呢黑呢，做什么都有话讲。没什么好害怕。是，长官你好。我在休息室收东西啊。好，5分钟。好，没问题。伊遐很有 case 哦。后底唔系民国，我做专业水母的。真的很奇怪，阿胜都没有家人吗？就算没有工作，也都在公司待到很晚，不回家也不睡觉，干嘛？钢铁人哦。哦。看起来像，但心还是软的。汉兰，来，试一点维他命。行到门好，是不是今天多休息啊？然后常常吃到膝盖晕吃，然后A公司冲一点太家庭。长官肯教 case 没应了，同事之间有相像，做地提拉做事，曾经很烦的。俺想老太家讲。安子谁？怎么跳个爱河，整个人都不一样？还是我再去跳一次，看身体会不会好一点？做对，情绪真的我们要叫唔同。传统的告别式，礼仪师最可以偷懒，最不费力气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针对每位往生者的特性，设计出个性化告别式，让家属一起参与，比较有意义，比较能够让家属早一点走出伤痛，重新开始。不一定要收很多的钱啦，不过不一样的东西，收费标准尽量提高一点。哦。班哥，义工案都唔就会我钱啊，变相的抬高价钱嘛，老大，是吧？楚太保，你的第二个秘诀是不是开刀不手软？哪可能？第一，枪塔；第二，开刀莫数人。冲嘛！这么容易就让你猜出来？我怎么当你们的楚太保啊？要安啦，唔讲俺无唔错啊，唔讲俺吃得好，给顺西受苦调整一下，快过莫数人，我摆到体好当中 ，yes， 做得小那个眼跳。喂，拜佢唔做暗道，一利用嘅落科啊！点睇咧？俺做的枪两点钟在干嘛？做得啊，以前转移休息啦，8點鐘念摕，要要天光咧。要不诶，假使无乜嘅形象醞釀诶，都走神，俺会本假条先转移啊，放心吧，这里有江神值班呢，有事我们注意就好。好。錯。bonus 記得愛本來意思嚟啊！你输下電啦。事情判退，然後去壓死誒，那就上來是嘛個？哇，演饱了，有可能做案多了，也算到用錢嘅錢了，唔知幾多了，買動笑。你摘掉啊，下次用啊。这样找到暗慢的，我埋没了。哟，
我要严重了了，没有嘎板呢。哎，哎呦，又买暗的东西呢，那懂多钱了？没啦。啊，食材咯，是加料钱的事。我考上去早上也是天天啊，那时候是9度啊。是唔得做得便宜落啊？天气迄讲迄种事，你是无去讲咩哦？俩下无方便，迄讲路大，都要来啊。我要东西讲实在，水干做个面，晒都会死。意大利面，做得煮饭遐平时啦。我让你买给水够强。老师点位。老乡平，要吃宵夜嘛？回生啦，你要有气啊生啊。因为做面会做哪里？当然使错的，这抢菜。好啦，胃都点了，你还唔说？啊？你说嘛？我唔是点啊。林记啊，还没做着饭遐平时啦，其他还贴台。那这是多少？还是你这面。哦。后来是你个吞呐，顶不你来吃。好痛啊！刚抽完烟就好痛啊！痛屁呀！无聊哎你。一条发，去了四行茶，涂了老散发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妈，我都几岁了，你还担心我干嘛？玉梅有男朋友是她家的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她还不是跟以前一样，只要有钱就好。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每个月都会给她6万，mini怎么可能会照顾得不好？好啦，我现在是经理好吗？我一个月光奖金就不止6万块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好，不讲了，国际电话很贵，拜拜。不要说我没有照顾你啊！我也算救你一次，加重基金，怎么样？有诚意啊？这是没空用哦。你是只有打119啊，可是我是整个人跳到河里。哎呦，平安就好啦。我最近一定要去谢神，感谢佛祖啊、上帝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。还有啊，这些算我赞助你的，以后房租也不跟你收了啦。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啊。凶打你？凶牙师傅啦，乜就人唔凶打你？啊，凶他就会凶打你了哈。讲个笑。讲什么？不是有一对夫妻在吵架。好走，真的啊。对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一定要来的。对，好走，我们还是有点期待。下来跟爷爷磕头，爷爷以前天天都照顾你，
阿佑有没有什么话跟爷爷说？爷爷改电。啊？改电。好。所以那个阿佑是说那个面包，如果你没吃完，要记得带回去。阿美啊，这平常老吕跟大家在一起，喜欢他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好，来，阿佑起来，我们今天就快乐一点就好，好，快乐。好，朋友们，来，大家老朋友好，难得聚在一起，我们今天就当做欢送老吕荣退纪念，荣退退，来。我记得你跟我说，你离开家那天，你家乡的天空下着雪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想说，希望你今天回家的时候，也看到你家乡的天空下着雪。毛舞卡好哭，心底肚总有一个坎。而你此言，我以前人爱一个所在。我的宝贝，知道你最美。人爱一个做地本源平常吃菜嘅所在。而李星暗用就做地老所有嘅故事叫做，再过来偏起家过到东河。这么该喊成魔女公主？我没有，魔女公主，你很哦，那你喊一年薪100万，没猛命去死啊！钱在银行，人在天堂。过劳分数86分，小孩子小女孩，妈妈好衰毛的。贵啊，特别点起来。冇乜計啦，就換到 B 床發言冲过去，就是你的了。我撑不过去了。